你都搞不你，俺问我哎，有嘛的？你都比他搞得搞嘛比呀？后面，他今天早上把这个给俺收了的。我嘛亏的。哎，搞么呢？哎妈，在那有，在那没去的。哎，干嘛的？过来个，你跑啥的？往把跑，放没放？站你两边。那个，你说。我看这个我上了不是？你看他，你看他拿出来放什么来？你说这三公上了，两个。我叫哎，给俺们车来，来，哥，一给俺们来。这里我这五千的，全都聊了呢。啊，不过我这哦。你买油，你买油嘛？再来你买油，没放。喂不，那题目办的叫呢？那题目。没放。回答的高度嘞，没有老师，晒掉奥特曼家务。没有，晒哪的？没有。我嘛带你来摸的。没有到视频上，哇，都看到了，没有可以要去。我嘛哪里？我商务的。